41是จิตตาสัมยุตตาจิตตา是這裡佛本數大嘅道地啦，這裡人啊，伊雖然伊是大嘅人大啲處啊，但比伊無上嘅真係濟人啦，伊修行啦，了伊大無上房間嘅嘢波，伊甲伊波講如伊買呢世間嘅物件嘅了，伊清白會生已經八界，了伊特別之修行。所以伊談到三個啦，即係個จิตตากุศ啊，呢是三個嘅佛大嘅道地啦。41.3這個經啊，有一擺幾個長老比丘大啲山野園，啲乜子個山打城外啦。這個長老比丘是講這個老輩嘅比丘啦，巴利是叫做 Tera 啦。老輩是講唔是講伊老啦，是講伊出家10年還是較嘅了啦。了啲這個咱佛教啊，第一早這個人會修大戒啊，做比丘是20年啦。所以若是講伊出家10年了啊，伊第一早本是第後生本是愛30歲啦，30歲起嘅這個出家人啦。了จิตตากุศ來找伊人啦，定理了解一邊，จิตตากุศ甲伊人講。請萬地接受我嘅供養馬財啦，在長老比丘點點，意思就是講伊人接受啦。จิตตากุศ看伊人接受，就頂禮伊人了離開，正手向伊人啦，因為伊尊敬伊人啊，正手向伊人離開伊人啦。馬財早起在長老比丘請伊人嘅家事，也伊人嘅八，了去จิตตากุศ嘅厝啦。伊人坐落，伊在為準備了，互伊人嘅，了จิตตากุศ來頂禮伊人了解一邊，了伊問阿個長老頭啦，本地長老，世間種種嘅意見，那個世間是永遠，世間無永遠，世間有限，世間無限，命甲身軀是相，命甲身軀無相，如來死去了佫有，如來死去了無去。等等參在62寫見啲 Brahmajala 經啊，因為蝦米較有這個種種意見，因為無蝦米較無種種意見。問了這個長老頭無出聲，จิตตากุศ問第2擺，伊個無應，問第3擺，長老頭個點點。有一時第一位第一線嘅比丘名做伊斯達達尊者，了伊斯達達尊者甲長老頭講，bản地長老，我會答จิตตากุศ無？長老頭講，你答伊斯達達。伊斯達達尊者問จิตตากุศ，กุศ你問嘅問題是安尼款是無？世間種種嘅意見，那個世間是永遠，世間無永遠，世間有限，世間無限，命甲身軀是相，等等因為蝦米較有這個種種意見，因為無蝦米較無種種意見。要จิตตากุศ應是bản地，伊斯達達尊者講，กุศ世間種種嘅意見，那個世間是永遠，世間無永遠，世間有限，世間無限等等，有因為我見，那是我見無，這裡種種意見本無，這邊我歸水過了咱人較濟咱愛想啦，較濟人愛想，我倒落來當今就是啲世間我啲倒落來嘅，最做我，死去了我個去倒落啦，所以這裡必想嘅，這裡世間是永遠。是世間無永遠無啦，是世間有限，蝦米這個了因為咱有一個我咱個會想啦，咱嘅世間是永遠有還是無啦，咁樣說咱想家己，所以咱個問款物件啦，因為世間是永遠，咱本想咱本永遠咁款所以個了是因為咱嘅我見有這個我啦，了จิตตากุศ個問啦，但是bản地安怎會有我見？伊斯達達尊者講。กุศ在無學嘅凡夫，未曉人生人嘅，無識甲生人嘅經嘅，伊人感覺講身軀是我，伊人感覺講身軀是我嘅，伊人感覺身軀有佇我內面，伊人感覺我有佇身軀內面，
伊人感覺講修上形式是我等等，這個故事就是安怎會有五件，這個故事個問，但是問題安怎會無五件？伊是大大尊者因故事，這個有學嘅聖人地主，會曉認聖人嘅，識甲聖人嘅經嘅，伊無感覺講聖句是我，無感覺講聖句是我嘅，無感覺講聖句有佇我內面，無感覺講我有佇聖句內面，伊無感覺講修上形式是我等等，這個故事就是安怎會無五件啊？這個講甲這個五件啊，有人較早有聽這個經啊，第9、第10、第11、甲12啊，這個是講真正這關係甲五件啦，所以有人若是較早有聽，有人會明白啦。這個甲了啊，這個是大大故事啊，幾歲嘅話啦，講這個五件安怎來，甲安怎無啦啊。然後這個故事個問啦，伊是大大尊者佇倒落來問題，問是倒落嘅人啊，然後伊是大大尊者因啦。我是佇阿灣地來故事，然後這個故事個問啦，問題佇阿灣地，咱有一個親戚名做伊是大大，毋捌拄着誒，聽講伊本出家了，問題捌現着伊無啊，因為較久誒人伊無車，那間當今啊，伊人行路爾，所以伊人離開真正遠啊，知講是伊親戚，聽講伊親戚伊是大大出家，特別伊毋捌拄着啦。所以每這一個伊是大大尊者捌現着伊哦，然後伊是大大尊者講啦，我捌故事啦，然後這個故事個講啦，請問問題我這個尊者當今大佇倒落啦然後伊是大大尊者點點啦，無出聲，然後這個故事就問伊啦，問題是哎呀伊是大大是無啦。是講你是我的親戚無啦，伊講哎呀這邊嘅意思本是那個問題啦，尊者啦伊嘅意思是講你是這個親戚，我毋捌拄着是你是無啦。然後伊是大大尊者講啦，我是故事，然後這個故事個講啦，安尼希望哎呀伊是大大大久佇嘛這個山啦這個山怎樣遠真正好大啦，我盡量支持加些只大位。甲要哎呀伊是大大啦，然後伊是大大尊者講啦，你有心故事啦然後這個故事就歡喜，伊本身較肥菜或者係長老比丘食啦，即係長老比丘食飽了就離開啦。你長老頭甲伊是大大尊者講，沙都現在甲你阿วุ所，伊是大大，我都未曉答安尼問題，所以阿วุ所後擺若是有人講問安尼款嘅問題，你會答伊。然後伊人轉去伊人大位嘅時，伊是大大尊者扣伊嘅骨底，伊嘅主囝領利啊，然後伊舉伊嘅筆甲假釋，然後離開嘛這個山啦，離開了伊無都轉來安尼位，你看較久嘅修行者，伊人的心真正決定啦，伊愛出這個苦海啊，伊愛出這個苦海了，伊就賣啦，講親情伊愛掛了啦，伊賣這個感情啊，所以這個故事是伊的親情要顧伊大這個位請伊大久伊本叫伊物件本走了，佢無轉來啦安尼款嘅人咱修行一站一站啦，到甲這個人伊到夾苦了伊正要出這個苦海嘅時伊較了伊放下啦，感情較了伊放下行一人行嘅路因為要出這個苦海是真正苦嘅咱感覺真正苦了咱甲要行甲甘願行這條路要出這個苦海啦，了出苦海嘅路是一人出嘅，無講10個人20個人出嘅咱一人一人渡咱家己出這個苦海呢。